一个修行的人呢，能够放下悲痛，放下怨恨，这是我们第一个重要的课题。我举一个案例给各位大家听啊，我很敬佩，很感动。南非一个民主斗士叫做曼德拉，他曾经因为反对种族隔离政策而被关入监狱里面。他被关了27年，在狱中被残酷虐待的这位曼德拉，后来当选了总统了。在他的总统就职典礼当中，邀请了曾经对他虐待的这些看守人员，他不但大方地介绍他们给大家认识，更恭敬地站起身来向他们致敬。这不仅仅震惊了现场的所有来宾，也让曼德拉闻名在全世界。曼德拉在之后向人们说明他那样做的原因，他就说了：年轻的时候啊，我自己性子很急，脾气暴躁，在监狱当中，我必须要学会控制情绪，我才能够活得下来。当我走出囚室，迈过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清楚自己若不能把悲痛跟怨恨留在身后，那么自己其实仍然在监狱当中。这27年这种痛苦的监狱生活，没有让曼德拉心生嗔恨心、怨恨心，反而使他明白，人在悲痛、怨恨他人的时候，伤害最深的便是自己。唯有放下怨恨的心念，慈悲原谅他人，自己的人生才能重新开始，能够得到快乐。你看，平凡的我们又怎么能让自己的生活活在那种芝麻小事的人我是非当中，而让自己不快乐、不如意？我们为什么不学学曼德拉的顿悟啊？放下所有的悲痛跟怨恨，让自己活得更快乐、更愉悦。针对这个公案呢，我简单写了一句话给大家参考：人生宛如一场戏，有人被爱，有人喜呀，千万不要太在意，看破放下才合理。人生就像一场戏啊，看戏的人比较轻松，比较自在；演的人有的很悲哀，有的很欢喜。就像人生有喜怒哀乐、爱恨情仇，有生离死别，种种这些戏，我们千千万万不要太在意，我们要看破，要放下才合理，让心里不要挂碍。我们要清净，要自在，那么活在世间才有意义的。我们要追求人生的大方向，就是要解脱。我们不要去羡慕别人的权势、名位啊、财富啊，我们不必去羡慕他们，因为那都是假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一个人懂得追求解脱，能够了生脱死，在佛的眼光，这种人叫做大智慧的人。我们是佛的弟子，更应该要了解佛对我们学佛的弟子们最基本的要求。对世间稀幻不实的东西不要去贪求，我们要一心念佛，仰靠着阿弥陀佛慈悲的救度，我们能够解脱生死，跳脱六道轮回，发愿往生西方，成就道业。这个是大智慧的人选择的方向。今天我们借用这样一个公案，告诉大家，我们一定要放下悲痛，跟放下一切的怨恨，让你的心回归到平静安详，这是我们应该要努力学习的地方。感谢大家，阿弥陀佛。